你有冇試過明明生活都唔差，但係心入邊總係覺得差咗啲咩咁？你有冇咁嘅經歷？明明生活都 OK，身邊嘅人都讚你做得好，但係你自己總覺得未夠，覺得有啲缺口，成日都揾認同、揾答案，揾完又揾，最後都係覺得唔實在。到頭來，其實令我哋真係內心平靜，唔係得到更多，而係返去自己本身。我哋原本就與生俱來有令自己幸福嘅能力，就好似一粒種子，佢本身就有晒成長、開花、結果嘅本事，唔需要變成第二種植物。我哋都一樣，唔需要變其他人。所謂嘅具足係一種對自己深層嘅認識，你嘅價值唔係靠外邊嘅 label 去定義你嘅安全感，唔需要靠人哋或者啲事去撐住你嘅快樂，唔一定要等到某日擁有啲乜嘢先至有。試諗下，當你遇到挫折或者人哋否定你，你仲信唔信自己入邊嗰股力量？一個人嘅時候，你會唔會願意同自己相處下，唔使急住揾人陪？其實呢啲全部都係你內心早已經有嘅資源，只係有時候俾啲雜音遮住咗。咁點樣先可以感受到呢種狀態呢？我哋下一條片再講啦。關注迪安，一齊身心健康生活。